喺今年嘅4月7日，香港嘅第三大外賣平台 Deliveroo， 即係俗稱嘅袋鼠，宣布撤出香港。喺呢個時候，香港除咗剩翻兩大外賣平台 Foodpanda 同埋 Kita 繼續廝殺之外，亦都正式迎來咗外賣員行業嘅黑暗時代啦。Kita 由於擁有咗全香港最大嘅外賣訂單數量，佢可以無法無天咁樣操控外賣員嘅生死、外賣員嘅命運。好多外賣嘅車手、步兵都表示 ，Kita 喺 Deliveroo 撤出咗後1個月至2個月內，cut 咗每張單嘅基本服務費超過30%，由每張單嘅平均單價大概30幾蚊，跌到落去20蚊至25蚊不等。除咗減薪之外，更加縮減呢個送餐嘅時間。由每張單平均15分鐘送餐時間去到大概而家嘅5分鐘至10分鐘。如果超時送達，就會扣減佢哋嘅準時津貼大概5蚊，仲加會警告佢哋違規。如果多次違規，就會停止佢哋賬號嘅運作。咁樣即係變相迫使外賣員罔顧自己同埋其他人嘅生命安全，為咗準時送達，不惜去衝紅燈同埋超速駕駛。好多外賣員都表示送 Kita 一單呢係好大壓力。又驚俾人扣津貼，又驚俾人警告。K-Go 呢個計劃係直接觸發今次外賣員大罷工嘅主因。Kita 美其名話佢係一個優先派單嘅計劃，但係實際上係一個自願減薪嘅計劃。佢表示，當你參加咗計劃之後，會好穩定咁樣派送好多路程好短嘅單俾你，保障外送員有充足嘅單量，同時要外送員去接受本身已經好低單價嘅每一張單，額外再減20至30% 嘅價錢，壓到去繁忙時間10幾蚊一張單。有一啲參加過 K-Go 計劃嘅外賣員表示，啲單冇話十分之易送，同以前嘅送單距離差唔多，但係派單嘅數量真係密咗好多，可能一次過派2-3張單俾你，但係又冇足夠嘅時間去運送，每張單計埋等餐廳出餐大概4至5分鐘嘅送遞時間，人工仲要俾佢減咗2-3成。增加咗送遞嘅危險性，但係人工亦都冇顯著嘅增加。有網友嘲笑呢個係義工計劃，有汗出冇糧出。K-Go 計劃嘅外送員呢，增加佢哋嘅訂單背後呢，亦都係同時削減咗冇參加 K-Go 計劃嘅外送員嘅接單量。喺呢1個月內，影響非常之嚴重。好多步兵車手都紛紛表示，佢哋平時都係準時接單，冇違反規則嘅一群。但係佢哋嘅晏晝竟然都係得1-2張單，更加有人喺外賣平台度話，成個晏晝1張單都冇，好難唔令到人懷疑 Kita 身為全香港最多單量嘅外賣平台，佢將大部分嘅外賣訂單打咗個7折，派晒俾嗰班自願減薪嘅 K-Go 計劃外送員。呢一鋪 Kita 真係賺到盡啊！至多我要大份，你要細份，我要晒。又得啫。至於原本冇參加 K-Go 嘅外送員，佢哋都唔想長期食谷種，迫使佢哋要雙開，又或者遲早都要向現實低頭，參加保證有單嘅 K-Go 自願減薪計劃，增加外賣行業嘅內捲情況。有網友表示 K-Go 真係促進咗中港嘅融合，中港外賣員嘅人工嘅融合，最後可能大家都係收幾蚊一單。另外就講講呢個搶單機制，佢標榜係大家一齊公平咁樣搶一啲易送嘅好單。有好多外賣員都表示中晒伏啊，根本一啲都唔易送，加上單價亦都唔吸引，搶咗返嚟先知道原來攞餐嘅距離好遠，送遞嘅距離亦都唔近，棄單又會俾平台去警告。外賣員10個有10個都表示根本唔會睇清楚張單送去邊度先搶。張單通常喺1秒至2秒之內都會俾人搶咗，所以你絕對唔會有時間去睇究竟送去邊度，亦都要金睛火眼咁樣夾住個搶單 list， 用隻摩打手去搶佢返嚟。亦都有單車外送員同埋車手表示，佢哋根本唔可能喺駕駛嘅途中開個 app 去搶單。佢哋亦都見過有啲師兄真係咁做，為咗搶單仲差啲炒車，又係危害自己同埋道路使用者嘅安全。Kita 嘅外送員喺5月已經發起咗2次嘅罷工行動，包括係荃灣同埋天水圍嘅罷工。但係可惜嘅係 ，Kita 嘅母公司美團完全冇對罷工有任何嘅表示同埋回應。你點解咗我啦？Peter 會根據送遞員喺不同地區、不同時段、不同因素去決定外賣嘅單價㗎？唔通呢個就係踢走咗袋鼠之後 Kita 嘅真面目，迫使更多外送員參加 K-Go，
加速行業嘅內捲，接受自願減薪，接受一個更加危險、更加高壓嘅工作環境，同埋邊緣化一啲唔參加嘅外送員，壓榨佢哋嘅生存空間。試諗下，如果熊貓有一日被 Kita 踢走咗之後，得返 Kita 一家獨大，各位外賣員嘅命運將會係點樣呢？如果各位有啲咩諗法，歡迎留言話俾我知。一啲尊重都冇。 By the way，Kita 嘅外送員將會繼續發起大罷工，請大家喺叫外賣嘅同時，亦都多多支持下佢哋，例如係直接俾 tips 佢哋啦，叫下 Kita 以外嘅平台啦，幫佢哋轉發一下罷工嘅訊息啦。多謝你哋嘅收聽收睇，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